咱国防部伫初九有发布国家级的警报，这个简讯即马互在野党即支讲是国防部咧介入选举。国防部副部长有背回，行政院院长陈建仁伫昨昏嘛支持国防部发简讯的这个决定。也若中国伫昨昏阁有发射2架卫星，也毋过拢对咱台湾并无影响。 中国10月2度发射卫星火箭，官媒央视宣布按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港黄海发射，这是中国头届为海上发射卫星。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，使用引力1号遥1上夜运载火箭，将搭载的云遥1号18到20星3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。 飞行试验任务获得圆满成功。国防部讲，严厉掌握中国2架发射卫星，对台无危害。不过，针对吹到中国卫星火箭偏离航线，国防部头届发布国家级警报。若中英文误用，阁有改选的争议。部长邱国正亲身伫行政院会报告，陈建仁肯定国防部伫短时间发出警告信息。若讲这是改选，真无公道。此次有心人士将他们贴上倔选。 操弄选举的标签，不但不公不义，更是不负责任。我要再借这个机会呢，特别来勉励我们国军弟兄姐妹，大家放宽心，不气馁。是我对我们这个指挥官啊，我报以同情。我觉得国人对他太不公平了。陈建仁指示要持续优化警告系统，外文用语要准确，嘛要同时阵向民众做风险沟通。国防部副部长毕鸿飞，更加是情绪激动，捍卫国军反驳改选论，讲指挥官第一时间通知部长，同意了才发简讯。中国的飞弹卫星，咱当会当掌握，不过吹到的火箭路线和美国公布的差相远，国军一定行政中立。他24小时守在洞里面，我们绝对是中立，绝对没有任何界限。这一点。 希望不要再给我们国军贴标签。我们这些国军是一个能够勇于负责的国军，是对抗中共强权恶势力的国军。国防部讲，日本面对北韩的威胁，警告系统嘛直咧修正，未来会事先公告，针对影响安全的地区通知民众。因为卫星偏离航线的原因，经过国安高层研判无政治企图，要严格认定。选前中国居然嘛继续了台。 军方侦查到中国军机15抓，军舰4抓，阁有3粒空标气球，其中有1粒飞过台北，国军拢有严密监控应处。